好，各位歡迎收睇新理打機篇。今日咧就會講關於 CSO，絕對冇力 Counter Strike Online 嘅。咁新理打機篇咁咧，通常都係講關於我咧去打機啦咁樣。今日咧所講嘅就係 Counter Strike Online 啦，CSO 啦。咁咧，我要事先澄清話俾你聽咧，我而家今日拍嘅呢條片咧，我係未入 CSO 呢隻遊戲裏面咧，而睇佢一個官網嘅。咁咧，大家眾所周知啦 ，CSO 咧係逢星期二咧係會有更新嘅。好，9月10號，琴日咧就 CSO 就更新咗啦。咁因為我琴日就有啲嘢做啦，自己有啲嘢做唔方便，唔得閒去進入遊戲同埋上個官網睇佢有啲咩更新。好，我今日9月11號啦，而家朝頭早啦，我拍呢條片係朝頭早嚟嘅。我得閒啦，上去個官網上面去睇啦。咁睇佢有啲咩更新啦，無論係資訊啦，無論係活動啦，無論係槍支佢嘅更新啦 ，whatever 都好。嗱，我事先話俾你聽，我真係要話俾你聽，我係未入遊戲噶，我只係去到呢度，跟住我撳官網裏面去睇佢有啲咩更新，我去俾自己有個印象喺度，我知道 CSO 佢而家出啲乜嘢啦。OK， 咁我今日拍呢條片嘅目的咧係有少少。齋睇佢官網，佢有少少嘅評論啦，有少少嘅意見啦，咁樣。好，咁首先咧，而家就睇啦，睇第一個全新地圖寂靜耶誕，佢即係呢個係地圖名嚟噶，佢唔可以特登去講寂靜聖誕。佢寂靜聖誕，因為地圖名佢唔可以講聖誕呢樣嘢，佢驚俾人話告佢抄版權咁樣係嘛。咁 OK， 呢個地圖名寂靜耶誕 OK。sorry 啊，有啲咳，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未病好啊，仲有啲咳。咁原諒我啦，有陣時可能講下會咳啊，同埋有陣時會語無倫次，咁希望你諒解啦。OK， 寂靜耶誕 OK， 好，傳聞喺寂靜嘅耶誕嘅小鎮，鎮民咧總係喺寂靜黑夜當中消失，至今仍然原因不明。據說咧喺小鎮嘅閣樓之中咧，隱藏住一啲神秘消失嘅原因咁樣。哇，好驚添，突然間嗬！新地圖可以使用無色死鬥啦 ，OK， 呢個就係地圖一個嘅嗰個地圖嗰張相啦，咁樣我未入過 game 噶，咁我之後再入去玩下咁樣 ，OK， 喺呢個地圖進行遊戲經驗 point 獲得量提升2倍，話時話提升2倍咁又點啫？提升2倍都唔會提得升攞到幾多啦，佢話2倍咧，有陣時佢話 CSO 出咩啊？你開A 世代假賣器攞到金槍，攞到嗰把槍咩提升機率係有4倍啊、5倍啊咁樣。OK， 只一個有冇睇下你好唔好彩嘅，其實真係找錢活動，即係你由累積進行遊戲滿唔知幾多分鐘，你就可以20分鐘，你就可以攞到個硬幣。OK， 你攞到硬幣之後咧，你就可以喺呢6項嘅獎品裏面咧，你就揀啦，你想要邊種啦咁。有 LG 手機啦，有口袋上印機啊，上印機咁 MG3 8日啦咁樣，呢6種啦，咁真係好睇你好唔好彩，你中唔中嘅啫，真係睇你 lucky 唔 lucky 嘅啫。咁話時話啦，找錢活動其實 N 世前已經出過一次。都係一個比較曾經出過嘅一個古老嘅一個嘅活動啦，咁樣。咁呢堆注意事項你自己去睇啦，你有興趣你去官網自己睇，或者其實你自己玩過嘅你都唔需要睇，你都唔明咗佢個運作模式係點樣。係啦，呢個找錢活動係出過咁樣。OK。全新武器佢出咗一把叫貝瑞塔 ARX160， 強勢出擊添，佢仲要寫話 OK， 我武器我唔講住，我講咗咩歡樂慶中秋為一個活動 OK， 歡樂慶中秋活動1中秋爆月餅活動 OK， 逢親到中秋節咧 CSO 係一定會俾每一位玩家咧一個中秋月餅嘅手榴彈嘅，佢係逢親到中秋節一定會有嘅，每一位玩家。仲有去到萬聖節，每一位玩家都會攞到嗰個南瓜嘅手榴彈啦，萬聖節嗰個南瓜手榴彈啦。跟住咧到CSO 佢唔知幾多年即係生日啦咁樣，咁佢又會每一位玩家咧就會送個蛋糕嘅炸彈咁樣。
咩啊？將蛋糕掉向玩家咁樣嗰啲咧，即係又係呢堆嘢啦。逢親到嗰啲節日就一定會有嘅，OK。真係例行公事嚟嘅一樣嘢，OK。好，活動二，中秋祝福活動又係一個例行公事，逢親到中秋節咧，就一定會推出嘅一個活動嚟噶。新月祝福啊，元月祝福、滿月祝福咧，又係唔知你累積咗幾多個遊戲嘅時間喺裏面啦，你就會有即係道具獎勵啦。你累積得越多嘅時間喺裏面，你攞嘅獎勵就會即係越高級啦。去到滿月祝福，你可以攞到電子減物器啦，真係隨機嘅啫。佢話。其實即係又係例行公事啦 ，N 世前係出過嘅一個活動 ，OK，我唔再評論啦。咁 CSO 真係嚟嚟去去都係出嗰啲嘅啫，OK。活動三，中秋節獎牌活動啊，我唔記得咗之前有冇出過。咁佢又話唔知你幾時上線，咁你就可以咩再唔連續喺遊戲裏面唔知幾多日幾點上線，咁你又可以攞到金銀銅牌。咁金銀銅牌所換取嘅禮物又唔同啦，咁樣。OK， 我又唔講啦，你有興趣你就自己上去個官網裏面，或者你上個 CSO 遊戲裏面你自己去了解啦咁樣。OK， 下個我要成為追擊王，追擊王噴漆永久。OK，CSO 咧嚟嚟去去咧，我真係想話死佢嘅真係。CSO 嚟嚟去去咧，出嚟出去都係嗰啲嘢嚟噶啦。N 世前好耐之前，追擊王噴漆呢樣嘢咧，呢個嘅嘢咧。N 世前佢已經係出過噶啦，我自己嗰個 account 咧都已經有噶啦，佢而家又重複出，OK， 即係我唔想，即係我唔想講得太明啦，佢嚟嚟去去都係出嗰啲嘢，重複不斷重複都係出嗰啲嘢。記住啦，輕型追擊槍或者重型追擊槍擊殺1500殺啦，咁擊殺1500殺我唔知佢點計啦，你自己都你有興趣你就自己去玩啦咁樣。好，講完啦。好，到而家呢個全新武器初登場，貝瑞塔 ARX 160強勢出擊，強勢出擊佢話 ，OK 限時反手中，哇喺，OK 我睇佢個 instruction 先，佢就寫話裝填30發 5.56mm 嘅子彈，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同埋子彈裝填嘅速度嘅突擊步槍，可以裝設咧機械瞄具，機械瞄具即係上面嗰個追鏡啦，我估具攻擊遠方嘅敵人喺接近。戰中咧有着無法匹敵講錯嘢，匹敵嘅能力係口窒添 ，sorry 啊。咁咧 ，OK 佢話30發 5.56mm 子彈，好，即係30發子彈，通常步槍都係呢個數目噶啦，子彈數量 ，OK 好，我就即係我未入 game 嘛，咁我就齋睇官網佢呢一張相。佢裏邊嘅即係我齋睇佢幅圖啦，咁我有少少即係講下啦咁樣。我根據我自己玩咁多年槍 game 嘅經驗啦，無論係玩 CS 1.6、CS、NT、CSO、美國嘅遊戲 Battlefield、Call of Duty、AA3 即係 America's Army 3。呢啲比較即係總之係槍 game 啦，我玩咗咁多年嘅槍 game 經驗裏面咧，我想講咧，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嘅槍咧，一向睇死佢咧，準程度即係準確度啊 ，accuracy 啊，係一定低嘅。點解我咁講咧？我相信你都會明白。你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即係啲子彈好高好快咁射出去。咁你把槍點咧？一路射緊嘅時候，咁你把槍咪向上揚啦，後座力咪好勁咯。咁你射出去啲時候，啲子彈咧，可能頭1、2粒咧就會中咗個敵人，跟住之後咧第3、第4、第5、第6粒咧，全部就喺敵人個頭頂周圍飛，係咁喺佢頭頂飛過，係完全冇一粒子彈中過佢咁樣，即係除非頭1、2粒子彈啦，可能咁樣。咁所以咧，我一定睇死佢。佢話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啊嘛。準程度咧，我一定話俾你聽，一定唔高。OK， 呢樣講完啦，超高連射速度講完啦。OK， 下一個子彈裝填速度快喎。OK， 即係話你嗰30粒子彈射完之後，我換下一個彈夾嘅速度咧，中間嘅換彈速度係好快。呢個 good point 嚟嘅，減少咗咧，即係嗰個換彈速度，即係加快咗個換彈速度咧，咁你就可以繼續去射死敵人啦，咁樣
係一個 good point 嚟嘅，咁我亦都唔多解釋啦。OK， 好，我而家講完嗰個 instruction 啦。OK， 我再睇呢把槍，佢把槍上面嗰個追擊鏡頭，你見到咧追擊鏡頭咧，佢呢個都即係有翻咁上下嘅長度啦。咁通常如果你話即係揸一個普通嘅步槍嚟講咧，佢個鏡頭係唔需要咁長噶，只係一個好短嘅鏡頭咧就已經足以係可以打過咧。你睇呢把槍咧，佢嗰個追擊鏡個長度咧，即係打橫嚟睇咧，佢個長度好長，咁長咧係一個追擊槍嘅鏡頭嚟嘅。咁佢個 instruction 佢都寫話係一個可以射擊攻擊到遠方敵人啦。咁呢把槍咁 OK， 哇！一開頭我睇話，我相信咧一開頭未講呢啲 instruction， 啲玩家一睇到，哇！30發 5.56 子彈，超高連射速度，子彈裝填速度非常之快，又有可以呢把槍又可以射擊遠距離嘅敵人追擊佢，哇！又可以近攻喎，哇！何樂而不為咧？買呢把槍，哇！好犀利，好屈機啊！我相信小學雞嘅玩家咧，一望到呢把槍係一定會咁講嘅。我唔多講啦，咁咧，第一個你要明白，我頭先所講啦，超高連射速度係一個問題啦。OK， 到呢個追擊鏡頭啦，咁咧佢又可以遠攻，又可以近攻，即係可以話啦，佢 CSO 呢間公司佢推銷你，哇！呢把槍係好好嘅，好好，冇可能推銷一樣嘢嘅時候話呢把槍好廢噶嘛。咁即係你冇可能走去你去買衫買鞋，跟住你見到個 sales 同你講話，喂，呢件衫溶溶爛爛，喂，呢件衫呢笪紅色好核突，你唔好着啦，你唔好買，佢唔會咁講嘛。咁當然佢會 hard sell 你話，喂，呢把槍好好好好，非常之好，係無敵好啊！佢一定會咁講。OK， 我首先咧我要否定你呢個嘅思想先，唔係，即係我意思話，呢把槍係一定有佢嘅弱點噶。縱使佢咧可以遠攻，亦都係近攻，佢一定有佢嘅弱點。而佢個弱點咧，我根據我自己個人經驗咧，佢呢把槍咧係一定係根據佢呢個嘅一定咧係睇死佢咧係個弱點係大過優點嘅。OK， 可以追擊遠方嘅敵人，連埋我頭先所講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咁點咧？好啦，我而家即係我應間楞埋嚟講，我而家首先講佢話呢把槍嘅，即係如果你將把槍打橫嚟睇咧，話佢嘅槍嘅長度啊，我而家就講呢樣嘢。咁咧，我唔知佢呢張相咧，因為 CSO 好中意咧將啲槍咧，將圖片咧係將把槍打側嚟擺嘅。咁通常打側，你將一樣嘢打側嚟擺，你就會即係會影響到你個視覺上面效果，覺得唔知係長定短噶嘛。咁 OK， 我而家齋睇呢張相裏面，我認為佢呢把槍嘅長度咧係短啦。好，我首先會而家話俾你聽，一把槍佢嘅長短咧係會影響佢一把槍嘅準確度咧，係會影響佢嘅，係有關聯嘅。OK， 我而家睇咧，我而家去 Google search， 我一早 search 咗啦，有一把槍叫 Obrink NP， 我唔知係咪咁讀 O Boy RANK NP， 你而家睇下網頁嘅左上角呢個嘅串法啦，咁樣。OK， 你自己上去有興趣嘅你就 Google search 下啦，谷歌搜尋一下啦，咁樣。咁呢把槍咧係美國AA3 American Army 3裏面其中一把你會見過嘅槍嚟嘅。呢把槍咧佢我睇呢把啦，係啦，睇呢把咁樣。哎呀，撳錯掣，睇呢把啦。咁呢把槍咧，佢咧個槍嘅長短咧個長度係非常之短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佢咧。我咧玩開 AA3 American Army 3呢隻遊戲玩咗一段時間咧，我逢親一用開呢把槍咧，準程度係低到喊，我話俾你聽。你明明咧，你係撳咗右鍵 ，OK， 我而家瞄準個敵人個頭啦，你射一粒，哎呀唔中喎，敵人仲企咗喺度喎，你係咁射第二、第三、第四粒都唔中喎，你要射勁多粒佢先中喎。
咁咧，我就想而刻話俾你聽咧，一把槍嘅長短咧係會影響到佢嘅準程度，你射死敵人你需要用嘅子彈嘅數量係有關聯。點解我咁講？OK，我而家即係開小畫家，我畫出嚟，即係我方便同大家去解釋咁樣。嗱，大家咧你需要體諒我啦，因為小畫家即係用住個滑鼠去畫出嚟，其實係有啲困難啦，有啲核突啦，希望你諒解啦，你唔好笑我啦咁樣。OK，呢把槍咁你當右手邊係嗰個槍頭，我而家係參考 Opbring 同埋參考佢而家 CSO 出嘅呢把嘅新槍去類似跟翻佢外形咁去畫啦咁樣。OK，咁我唔畫晒成支啦咁樣，呢個位咧就係嗰個即係你拉掹去射一把即係射子彈嘅嗰個位啦。咁我而家畫緊嗰個位就係嗰個槍把個手柄啦咁樣，因為佢呢個就係狙擊鏡啦。OK，畫得好核突啦，唔好理啦，畫得好核突啦，咁唔好理啦。跟住咧，呢個就係嗰個槍頭嗰個管啦咁樣。OK，咁即係子彈係咁樣出噶啦，即係個子彈係咁樣出噶啦。OK，我而家咧就同你解剖一下咧，一把槍裏邊咧佢嘅其中一樣嘅設計，佢依樣嘅設計咧係可以令到咧一把槍佢粒子彈射出去嘅準程度可以提高嘅一個嘅設計嚟嘅。無論係手槍好，無論係步槍好，咩槍都好咧，裏邊咧都係有一樣嘢嘅。咁呢樣嘢咧就係連住一把槍頭嘅嗰個槍管，裏面咧有一個叫彈道嘅物體。咁咧呢度就係嗰個嘅子彈啦，咁樣你當我而家畫緊嘅呢粒子彈嚟噶，唔係一個三角形嚟噶，唔係三角形嘅，我畫得樣衰嗰啲。OK， 因為子彈嚟嘅。OK， 子彈。OK， 跟住咧，佢粒子彈咧係會跟喺呢條管道裏邊咧射出去，跟住就向住右方射出去嘅。咁喺呢條通道，我俗稱佢叫通道啦，咁樣。佢呢條通道裏面咧係有啲嘅坑紋嘅，我唔知你知唔知啦。裏面有啲坑紋咧，你打橫睇咧，你見到呢啲坑紋係打斜嘅，啲坑紋係打斜。我而家畫得樣衰啲啦，因為慳翻啲時間，咁我就畫得樣衰啲咁樣。係打斜嘅，咁咧我而家即係可能我而家就你打正睇啦，嗰個嘅通道咧，我俗稱頭先有坑紋嘅通道咧，其實係一個圓形嚟嘅，圓形嘅通道裏面嚟嘅。嗰個圓形嘅通道裏面，頭先我咪話有打斜嘅坑紋嘅，啲坑紋係點嘅咧？係螺旋形嘅，螺旋形嘅，我打側睇啦，係螺旋形嘅。咁呢個螺旋形嘅設計咧，根據科學嘅研究咧，係可以引致到佢粒子彈咧係可以即係穩定佢嘅軌道。佢粒子彈咧係佢喺槍支裏邊咧射出去嗰下，佢粒子彈咧係都好似個坑紋咁樣咧，咁樣轉打圈咁轉咧，咁轉出嚟，出到把槍出面咧都係咁打轉射出去嘅，粒子彈係會旋轉咁射出去嘅。咁佢呢樣嘅設計，呢個坑紋嘅設計咧，係可以提高佢粒子彈射出去嘅精準度咧，係有關。而坑紋裏邊，呢個坑紋咧，同把槍嘅長短咧係都有關係嘅。OK， 如果把槍佢嘅長度係短嘅 ，OK， 我而家就開一個新版啦，咁樣。佢當一把槍嘅長度好短，例如我當係咁樣，好短，咁啦，你都明白噶啦。咁即係喺把槍裏面嘅嗰個呢個彈呢個嘅通道好短啦，咁樣。咁短嘅時候咧，粒子彈咧就經過咗好少嘅坑紋，咁咧佢射出嚟嘅子彈咧有機會咁樣偏嚟偏去嘅。即係我依家畫就好誇張得滯啦，打過佢準程度係一定低嘅。但不過如果一把槍佢嘅槍管係咁長嘅時候咧，即係我而家畫得好樣衰啦。佢咁長嘅時候咧，咁即係代表住啲乜嘢咧？佢粒子彈經過呢啲坑紋嘅咧嘅時間係更加長，佢咧就會引致到影響到粒子彈佢咧會個喺條軌道嘅穩定性咧係會提高。大家明我講咩啊？OK， 我相信你明白，我知道你係好聰明，
好，我而家翻到嚟去 CSO 佢呢把新出嘅槍貝瑞塔 ARX160啦。我而家齋睇呢把槍，佢個槍管嘅長度咧，我覺得佢係好短嘅。相對於卡賓，你覺得你玩 CSO 卡賓嚟講，你覺得卡賓係好好用啦，準程度好高啦，殺傷力好高啦。而 CSO 裏面你亦都要用落豆點，即係你要用真錢，你要燒錢先換得3日去用呢把卡賓啦。有陣時佢會送俾你啦，即係送幾日俾你咁去玩啦咁樣。Sorry 啊，點解卡賓咁好用？就係因為佢嘅槍管長。根據翻比較呢把貝瑞塔呢把槍，呢把新出嘅槍，佢個槍管咁短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槍管短加埋擁有超高連射速度，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呢把新出嘅槍，縱使佢可以有一個追擊可以遠攻嘅一個優點，同埋佢有裝填速度、換彈夾嘅速度好快，有呢兩項因素嘅優點喺度，但不過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加埋把槍嘅槍管好短，呢兩個嘅負面因素足以抵消呢把槍嘅嗰兩項優點因素。我好肯定話俾你聽，呢把槍嘅準程度一定係非常之低，縱使你可以追擊到，你可以見到遠方有敵人。我好肯定話俾你聽，你縱使你見到 N 咁遠，出面好遠見到有個敵人，你係起碼需要用唔知2、3、4，唔係2、3、4咯，你要好多粒子彈你先可以射中佢。我好肯定話俾你聽，因為擁有超高連射速度，加埋槍管短，佢粒子彈經過坑紋嘅時間好短，佢穩定性一定，佢粒子彈嘅穩定性喺個軌道嘅穩定性一定好低，呢兩樣嘅負面因素足以抵消佢呢把槍嘅優點，所以我好肯定話俾你聽，呢把槍嘅準程度一定好低，係非常之唔好用。我而家呢，即係可能我講得會有錯，可能我會有錯嘅，可能有啲更加對槍支有研究嘅 expert 嘅專家喺度睇緊我呢條片，你會一路睇一路鬧爆我話，屌你講緊廢話嘅新年，你都講埋嗰啲唔知咩狗屎尿屁嚟嘅。OK， 可能會有人咁講，但一個好肯定話俾你聽，你需要自己去你要考慮下你會唔會去買呢把槍咯，就係咁解。OK， 我唔講啦，講咗好耐啦。OK， 獵魔者巴洛1，獵魔者呢把槍呢把手槍嚟嘅，又係 N 世前出過嘅一把手槍嚟嘅，即係你撳右，即係有10發粒子彈啦，你撳右鍵可以拉一拉把槍，跟住射出嚟可以有個爆炸性嘅特殊嘅效果喺度啦，你可以炸死僵屍。呢把槍咧 CSO 又係重新出過嚟嘅。CSO 咧係咪真係江郎才盡咧？出槍出到冇嘢好出啦，你明唔明啊？佢出槍出到冇嘢好出啦。好，我唔講啦。貝瑞塔獵魔包，即係你買2把槍有個包可以永久一次過買晒2把槍。OK， 好，今日咧其實我要講嘅嘢，我亦都想講，帶俾信息俾大家想講嘅嘢，我都講到七七八八啦。咁今日咧依集就差唔多啦，嚟到呢度先好唔好啊？佢都過到23分鐘，去到即係接近半粒鐘咁滯啦。我都相信你都睇咗好耐時間。咁今集就不如嚟到呢度先啦。咁我都想講啦，你自己再衡量下嘅。真係我想最尾都想講 CSO 真係出嘢出到冇嘢好出啦。佢嚟嚟去去都係出嗰啲嘢，同埋你需要有陣時你去見到一把新嘅嘢出，新槍去出嘅時候，你需要去經過你自己大腦思考，你需要去考慮一下呢把槍係咪真係買得過，或者你可能你對槍支認識唔多嘅，你就即係有陣時你見到有人用喎，咁不如你就即係你即係都抵抵死死買個命認命，你真係冇買到槍，即係渴求人哋可以俾到把槍你，俾你去試用啦咁樣，咁你再去決定去唔去買呢把槍就係咁樣啦。咁你有陣時真係好需要你去自己有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裏面，係啦。咁我都唔講得咁多啦，今集嚟到先啦，好啦，下集再見啦。咁你中意嘅你就去訂閱啦，去
即係你去俾個 like 我，去知道你真係好喜歡啦咁樣。咁你有 whatever，你有咩評論嘅？你覺得我講得有咩錯嘅？你覺得我講得好啱嘅？你都去即係大家 share 下，分享下。哦，原來係咁樣嘅喎，咁就係咁啦。希望你可以去，即係希望你喜歡我呢條片啦，咁樣好啦，唔講咁多啦，拜拜。